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上新上界大胆的诈骗的手法。台中有3个嫌犯穿刑警的假，今日去刷落一间的套房，讲这个厝主牵涉到洗钱，入去厝内就四界共敲落。厝主想讲对方是刑警，嘛唔敢来反抗，结果互对方提走40万的现金。这个假刑警佫讲，等案件办好势，都会甲钱还回来。但是等啊等，就是等无对方提钱来还，这个时阵才发觉讲，原来拄着诈骗咯。安尼也未煞哦。等这个警方抓到人，嫌犯讲无，伊无提钱，警方嘛无找到迄40万。最后，这本地是强盗的同罪，敢若用诈欺罪来上班，受害的民众真受气，质疑警方把这个大案变小案了。这3名男子穿着刑警的外套，准备行入大楼，来到一间姓廖男子的套房，讲伊涉嫌洗钱，提出搜索票，要伊开门配合检查。过程当中，这3名男子好亲像摕走伊的40万块，而且讲只要调查了钱无问题，就会还伊。但是这一切拢是假。他因为缺钱花用，所以就临时起意。警方抓到这3个人，发现因是假的警察，按照加重诈欺罪，加冒用公务员和总管限罪，将这3个人移送法办。但是被害民众认为这根本是强盗，怀疑警方是要假案。在于说有没有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，因为他现在以为是对方在行使所谓的公权力，然后又都穿着刑警的背心，然后还配枪。警方是安尼讲的，强暴胁迫的方式才算是强大。被害人他当下觉得是警察，所以他是心慌来配合，犯罪的认定不算是强盗。诈骗的手法步数愈来愈多，咱是要哪辨识警察到底是真的或者是假的？那用警员所穿的外套做呢？真正的刑警外套后壁有所属的单位是倒一个地方政府的警察局，假的后壁只有写刑警2个字。另外嘛会当看证件，这个警察证件会有钢印，搜索票是法院发出来，需要民众签名确认，袂干那摕互你印一个字意。诈骗的手法百百种，民众若看到有穿警察外套的人讲要搜索，一定要确认对方的身份，搜索票签名以后才有效，唔通去互假警察骗去哦。